件济。咱今仔要看的经文个是第1章第13到18节。请咱来掀开咱的圣经。我创一项物件者。咱今仔要看的经文个是第1章第13到18节。请咱掀开咱的圣经来看。我创一项物件者。咱今仔要看的经文个是第1章第13到18节。请咱掀开咱的圣经来看。册着未？咱掀着未？牧师 ，DA mute。人受试探，唔通讲我是互上帝试探，因为上帝袂为互恶试探，伊也无试探人。但逐人受试探，乃是互家己的私欲牵引。私欲既然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然中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兄弟啊！唔通看唔着咯。不知道。逐项二选的温数，甲逐样全体的相似，拢是对顶头来的，对正光的白遐降落来。伫伊并无改变，也无传统的影儿。伊按照家己的旨意，用进度生了咱，叫咱伫伊所做的万物中。好亲像初熟的果子，好亲像初熟的果子。咱顶礼拜咱看到第1章第2节到第12节，伊是讲到试炼讲到试炼。今仔日咱是要看到试探这项代志，试探这项代志所以试炼呢？你若看咱的文本我有想看有一个互咱看，试炼是外在的就是对外面来的，然后其实这是对上帝而来，为着要来锻炼咱的信心，要互咱来有法通徛伫这条，互咱有法通吞论所以咱应该着什么？吞论伫第12节伊怎么讲伊讲。啉受试探的人是有福咯，因为已经过试炼了后，的确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允予去怀听伊的人。所以，当咱拄着试炼的时阵，既然是要来锻炼咱的信心，咱应该着干第12节讲，咱着吞论咱着吞论来啉受。然后伫第13节开始到第19节，这是咱今仔日。到18节，今仔日咱所要看的呢，是讲到试探试探是什么？试探是内在的，是对咱内面发出来。其实这个是对魔鬼遐来透过咱内面咱的罪性要互咱来犯罪所以试炼是要互咱的信心坚强，试探是要互咱犯罪，互咱跋倒，互咱离开上帝，所以咱应该着干所以咱应该着抵挡魔鬼的试探，有法通徛伫条这是这礼拜咱所要看的今仔所要看的所以雅各这个作者呢，伊就转变对试炼讲到试探这项代志。伫第13节，伊讲啥？伊
伊讲人若受试探的时阵，唔通讲我是互上帝试探啊。人若受试探来讲，所以无论是试炼，无论是试探，咱每一个人拢会拄着啊，拢会拄着。但是当咱拄着试探的时阵，咱唔通讲这个是上帝遐要来试探咱的啊。干若是咱唔那人哪会安尼讲呢？你想看卖，当人试探犯罪的时阵，兼在伊会想到讲，干若是上帝哪互我拄着这样代志，上帝哪甲我放伫试探内面，互我犯罪啊？其实讲这款话的人啊，圣经讲啊，雅各讲，咱袂做咧安尼讲，干若人哪安尼讲呢？因为人有一款的倾向啊，这个倾向是什么啊？就是要来叫做什么？将责任推互别人啊。常常人啊犯罪了后啊，试探来犯罪了后，伊就将责任推互别人啊，推互别人。咱看到伫创世纪啊，当迄只蛇来引诱亚当夏娃因犯罪的时阵，上帝就对亚当讲：我吩咐你迄丛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咸是叫你唔通食啊！看哪你若食，所以亚当咱啊将这个册互谁啊？册互摕互夏娃啊！伊讲是这个女人啊，唔能讲女人啊！你看圣经讲什么？是上帝啊！你所互我的女人，所以意思是讲什么？唔能女人啊，着负责任啊！上帝，你也是着负淡薄的责任，所以伊就将这个摕互夏娃。当上帝问夏娃的时阵，夏娃讲啥？夏娃讲是只蛇来引诱我，所以将这个摕互蛇。上帝问蛇的时阵啊，蛇就无话讲啊。真侪时阵啊，人犯罪的时阵啊，咱就将这个爱摕互别人哈，摕互别人。但是咱就会记得有一项代志啊，试探本身啊，试探本身唔是罪啊。我讲一摆啊，试探本身伊唔是罪，是当咱安遐无法通赢过试探的时阵啊，当咱陷落伫试探内面的时阵，咱犯罪啊，迄个才是罪啊。当咱犯罪的时阵，才是罪。所以试探本身唔是罪啊。所以当你我基督徒，咱受试探的时阵啊，这个唔是罪啊。因为咱看耶稣基督，伊有受试探无？有啊，伊有受试探啊。但是圣经讲，伊受试探，伊却无犯罪。所以试探甲罪啊是两项代志啊，袂做你讲说是一项啊。所以意思是基督徒伫试探内面啊，咱有缘有法通赢过。所以当咱拄着试探的时阵啊，咱袂做你讲是上帝遐来啊，因为上帝干呐，伊袂引诱人犯罪啦啊，上帝袂引诱人来犯罪个啊。所以到底咱若讲试探啊，互人犯罪，基督徒咱会受试探，但是你捌想到无？无信主的人会受到试探，无信主的人伊会受到试探。所以有的咱若想啊，原来也是会啊，无信主的人也是会受试探嘛。虽然试探是要互人犯罪，但是无信主的人受的试探啊，迄款的程度啊，袂比基督徒较强啊。上魔鬼试探基督徒啊，迄个程度啊，会赢悬啊。干啊？因为当基督徒受试探的时阵啊，咱会拒绝啊，咱会想要来赢过啊。所以魔鬼的试探会愈来愈强啊。但是无信主的人啊，有时阵试探一来啊，因就会犯罪啊。啊，犯罪当然有一个罪较重的罪啊，因认为较重的罪。因欠彩会用因的力量要怎啊来赢过啊？但是较做普通的啊，亲像讲为着要来用手段咯，为着要来得到利益咯，
因为感觉这是真普通的代志啊，所以试探一来啊，因就无法，因就无个来抵抗啊，就按遐来随流失去了。所以基督徒啊，咱受试探的时阵啊，咱会感觉真重啊，咱会感觉真艰苦赢过啊。是的，这个是上帝允准人试探，所以咱看到有真侪基督徒啊。特别当你开始要来听主的时阵啊，你开始要来侍奉主啊，你开始要用较侪时间亲近上帝啊，魔鬼啊就用试探按遐临到咱的心上，互咱离开啊，互咱离开。所以几落年前第70几年当我读大学然后毕业的时阵伫读大学到我毕业的期间我有咧去参加一个 Bible Study 一个小组阮有4个人呢其中一位是一位先生南美先生，伊是对台湾来所以阮也有咧叫伊 Bible Study 咧叫伊查经所以伊查经了的时阵伊有得到伊就讲伊要信主啦，伊要信主。有一日当阮 Bible Study 了查考圣经了，阮要倒来差不多5点半，差不多6点外钟了，所以有个暗。当我甲伊行倒来的时阵忽然间有一个人就走来到伊面头前就拍伊按伊面甲醒落去醒了的时阵佫拍伊几落摆然后阮真去戆了，阮也无创啥，阮也有咧行路哩但是去互伊按遐来拍。所以我就赶紧来看阮就赶紧来离开但是伊就心内面真无平安，真无爽伊讲我一世人毋捌互人白互人拍若是我顶摆我紧甲人拍咯。伊个人虽然有甲散淡薄但是伊真了伊讲我就甲伊拍咯但是即阵我去拍着，我感觉真艰苦。过2礼拜了后伊一日伊要搭车倒去加册了后要搭车倒去伊手表才去互人抢去所以抢去了后刷落去伊就无要来参加阮的小查经咯。伊讲无要咯干那，因为我无信主的时阵我无拄着这代志我信主来了后拄着这代志互我干那，互我感觉信主无可能阵袂惊日我信主上帝也无保护所以伊就离开所以咱魔鬼伊会用这款伊会互人离开主，互人犯罪，但是上帝伊袂安尼做刷落去雅各伊就甲人讲敢若上帝咱袂试探人上帝咱袂试探人伫第13节伊讲人若受试探，人讲我是互上帝试探，因为干呐？因为上帝袂为互恶来试探，伊也无试探人。只讲到2个原因，干若上帝咱袂试探人。头一项，因为伊是上帝，因为伊的属性，伊是公义伊是公义伫圣经内面伫第17节伊讲。第一第17节的罗马句伊讲伊也无全党会赢你伊无全党会赢你意思什么伊是真光的白伊说伊是公义的，然后伊是圣洁的所以伊若是圣洁伫伊内面无罪伊在世袂引诱人犯罪第二因为伊是圣洁的罪恶伊讲伊袂互恶来试探。所以恶袂试探伊个，所以既然恶若袂试探伊，伊也袂用罪伊也袂引诱互人犯罪啦。所以有2项头一方面是因为伊的属性，伊是圣洁的；第二，因为伊袂受恶来试探，所以伊也袂试探人，伊也袂引诱人犯罪。所以。但是人有时阵咱爱问一个问题既然上帝袂试探人，敢若伊允准试探临到人的身上？敢若伊无难做呢？伊无难做？当然，这问题是真艰苦回答的一个问题无法通回答的问题。但是几项
几项代志，咱着了解啊。第一，上帝敢若那运转试探来到咱的身上，咱袂明白啊。上帝有可能会甲人讲，咱若该祈祷，咱若该求祷，该问讲上帝啊，敢若咱这样代志临到我的身上，有时阵上帝会甲人讲，但是到最伊袂甲人讲干哪子啊，伊袂甲人讲干哪子啊。咱若看约伯伊的故事就是安尼，当魔鬼安尼来引诱来试探啊，来试探啊，这个约伯，甚至将真侪苦难临到伊的身上。咱看咱现主是咱看圣经，咱知影是因为上帝运转。上帝讲约伯，我是相信我，伊是公义的，伊是一个义人，所以这个像啊，撒旦就讲，无啊，你若会拄着困难的时阵，伊就离开你。上帝讲，你试看觅咧，伊才是有法通徛伫得牢。这个是咱现主是看圣经，咱读着咱明白，但是约伯当初时伊袂明白，所以伊伫反大的困难当中。反大的试炼当中呢，伊跟上帝求一项物件，伊讲上帝啊，干若是安尼，你甲我讲，我爱面对面拄着你，你通甲我解释干呐？但是干呐上帝无解释哈。你若看伫第38章39章40章，当上帝回答约伯的时阵，伊无甲伊讲干若是伊那运转，上帝。反倒当问约伯77个问题，所以约伯就讲到一项，意思是啥物？上帝讲有真侪物件你无明白，然后我也无迄款的责任，就安尼讲，就我也是无需要甲你解释，但是你有法通用信心来挖苦我。所以约伯伊互上帝问反侪问题的时阵，伊讲真侪物件我袂明白。所以包括这项代志，伊袂明白，但是伊犹原相信。所以敢若是咱试探临到咱的身上，咱袂明白，咱袂明白上帝也无拄会甲咱讲。第二上帝运转魔鬼试探咱的时阵，毋是等于要咱犯罪，毋是等于上帝爱咱犯罪。昨晚我讲到了。试探是一项代志，犯罪是另外一项代志。这两个袂做你讲，试探就是犯罪，但是伫试探的时阵，咱会犯罪但是当咱拄着试探的时阵上帝毋是要咱犯罪。第三添菜上帝爱咱明白这项代志明白咱人有罪性咱人有罪性，然后咱有迄个自由的意志，当咱选择。犯罪的时阵，咱对这个罪的行动，咱必须要付出代价咱必须要负责咱袂做你讲，哎呀犯罪，因为魔鬼引诱我咱袂做你讲我犯罪，因为某人伊干扰我乃是讲什么上帝爱咱知讲说，当咱开始咱犯罪的时阵，咱就负责任，然后甲人讲。当咱犯罪的时阵，当咱拄着试炼的时阵，咱活靠伊，咱就有法通得胜咱活靠伊，咱就有法通得胜。但是如果咱犯罪呢？有时阵试炼真大试探真大，咱犯罪，所以犯罪了，上帝讲啥伊互咱一个真水的应允，伊甲人讲，当咱恁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的确要赦免咱的罪咱较晚咱个看一下所以雅各伊就甲人讲，咱拄着试探的时阵，在是会拄着的。然后试探毋是对上帝遐来的，因为上帝无试探人。既然毋是对上帝来，是对倒落来呢咱来看第14节抓落去，上帝就圣经就讲当逐个人受试探，乃是啥物受家己的私欲来牵引、有胁。原来咱受试探是干
因为家己内在的情欲的私欲咱内面的情欲，这个情欲是什么？有人讲，因为咱有这个罪性咱有这个罪性，这个罪性是因为咱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所以这个罪性，咱生出来时阵，这个罪性已经伫咱内面了。所以这个罪性，这个内面呢，这个会变做圣经所讲的私欲这个私欲包括真侪物件所以无人教无人教，人拢有一款的罪的倾向。你看囡仔真趣味有时阵你若看到囡仔两三岁、三四岁，你摕糖仔互伊真欢喜你互伊一粒伊手咧就换一粒然后你互伊第二粒伊手咧伊倒手搁再换一粒伊两粒伊真欢喜你试看卖咧，你当第三粒搁互伊，你互伊的时阵你看过伊真爱搁摕但是伊看伊手两手去换物件咯伊手野水也袂晓讲说将这两个给摕咧一支手咧通搁空有搁一支手通来摕物件，伊毋知影要怎样来做。但是你看到伊心内面伊真爱这个是什么？有法通讲，这个是贪贪谁人教无人教，这是咱对内面来的，所以咱有一个私欲我连看一个物件这个私欲是对咱内心的情欲来的。什么是情欲情欲咱中国话啦，咱中国人有讲什么？七情六欲，七情六欲七情六欲。什么是叫做七情六欲喜怒哀惧惧是惧怕然后爱恶欲这个是有人讲是安尼，但是有人当然这个讲法也做有另外一个讲法，那么讲这七情是什么？喜怒忧忧愁思思想悲哀悲哀恐惧然后这个是惊吓，这两个差不多上。所以有人讲七情是一款的所以到底是怎样咱唔知，但是就是咱中国人讲七情六欲六欲是指人的什么？目睭、耳鼻、指头，咱的身躯然后咱的意志各一个就是意志我来创心，咱的意志这个什么心理的需求甲愿望，这是咱人本有的跩物件啦本有的咱所欠物目睭咱的目睭，咱有一个爱看，咱爱看什么水的物件，咱爱看屁呢，咱爱皮香的物件咱的指头咱的嘴咱爱食什么也好食那跩物件其实咱叫做情欲咱叫做咱的情欲本身唔是歹的情欲本身是中性的，是上帝所造予咱的。当咱腹肚枵的时阵，咱爱食，这个也是咱的叫做欲望咱的欲望当咱需要有人来听咱需要去听别人，这个也是上帝所予咱的上帝所予咱的。既然上帝所予咱伊是中性的，并且伊唔是歹的，伊唔是歹的伊唔是歹的。但是人因为犯罪的时阵当咱超越跩物件的时阵变做歹来变做歹来。所以圣经逐摆讲用什么？用私欲这项代志用私欲这项代志伫圣经内面那讲到私欲通常是讲到歹的，但伫圣经内面捌讲到咱的欲就是情欲捌用好的这方面但是较少较多计是讲到歹的讲到歹的，就是讲到咱的罪性然后雅各伊继续讲伊讲因为干
逐人啊，咱内面有一个私欲啊，伊个私欲干咱牵引，干咱游遐啊，伊用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啊，是用伫什么啊？是伫叫做伫咧钓鱼，还是伫咧拍啦会用词啊？牵引啊，就是用什么啊？鱼儿啊，用鱼的一间要回食的啊，摕伫沟里啊，摕伫沟里，你踢落去河里的时阵啊，了鱼若来食的时阵，你要钓鱼，有可能钓起来。其实我真爱钓鱼我真爱钓鱼菲律宾就较无机会通钓鱼真早的时阵就是我咧讲的，迄位对台湾来的朋友伊就是爱钓鱼所以就甲我去钓鱼。我头一摆去钓鱼就是去马尼拉贝去马尼拉贝就是 Rojas Boulevard 甲 Quirino 遐，遐佫坐船出去去遐去钓。但是阮伫美国的时阵真侪时间通钓鱼因为阮徛的所在迄个 community 迄个地区有一个湖真大的湖常常就去遐去钓鱼你钓鱼的时阵就看你的叫做什么鱼儿你互鱼食的物件，你用什么款的物件，你钓什么款的鱼但是你若甲伊放落去鱼伊会看到。伊看到的时阵伊会甲干伊甲食，所以伊若甲伊食落去的时阵伊就去交着。圣经甲人讲魔鬼伊就是借着人的一个私欲来交咱来交咱。伊的鱼儿是什么呢？有时阵伫圣经内面讲什么？咱的伫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咱较晚会来看就是咱今生的骄傲目睭咱所喜爱伊有用尽做物件要来交咱然后诱惑诱惑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讲说咱若要掠动物的时阵你有一个物件通甲伊干掠咧你就将伊引到迄个所在，然后来掠咧的时阵伊就袂走咯，所以雅各伊就用这两个物件来甲人讲讲魔鬼借着咱的私欲摕伫咱面头前，互咱去追求甚至去掠去喊咱去追求，然后咱摕到的时阵其实咱毋知影迄个是一个陷阱咱就陷伫内面我曾经听到讲伫马来西亚我毋知伫菲律宾怎伊讲伫马来西亚因咧掠老狗水只老狗，因怎掠真趣味因怎掠老狗伊讲伊就是将一粒叫做母狗一粒鸭然后伊将迄个壳拔起来所以亲像剩一粒然后压一个空迄个空毋是真大空再将内面的物件腾起来然后再摕一个茄子摕一个好食的物件再甲绑用锁另外一空用锁绑咧再绑伫手咧老狗若安尼伊若闻到遮物件然后伊去伊会看到真好食的物件伊会藏伊的手安尼去空内面藏落去摕因为迄个空毋是真大是拄好迄个老狗的手藏落去伊藏落去的时阵当伊摕到遐物件跟茄子咯伊摕到的时阵伊就袂放所以袂放的时阵伊手就干摕袂入出来摕袂入出来的时阵伊愈飞伊愈袂入出来所以伊安尼直直画的时阵怀人就听到的时阵就去就甲将迄只老狗掠咧看老狗其实真简单伊若将伊的手甲开呢将伊摕到的遐物件一放伊就有法通离开迄个陷阱咯但是伊毋肯因为伊掠条的时阵掠真安咱人也是安尼魔鬼会用真侪物件要来引诱咱欠出这个是咱的叫什么咱的骄傲也是因为咱的受气咱受气人的时阵咱毋肯放也是什么咱贪心咱的贪心也是有时阵就是咱舒服的生活有时阵是因为咱爱钱的缘故有时阵咱爱平安
有时阵咱认为讲，什么是快乐？哦，什么是做最好的？咱这做咱会做观念吗？咱定定去掉啊，咱唔轻放的时阵啊，那就陷落伫一个罪恶中间。其实咱人有一个真重要的物件，咱需要放是什么？就是下面了事人，了事人，人捌得罪着你无？捌得罪着我无？捌。但是咱人得罪着咱的时阵啊，当咱唔肯下面的时阵，咱唔肯将这代志交予上帝啊，咱就陷伫罪内面啦。所以求主帮助咱啊！伫圣经内面，我讲有真多物件伫遐罪恶啊，引诱咱啊。当咱唔肯放的时阵啊，咱就陷落伫罪的内面啊，是罪的内面。咱三合来掀开咱的圣经啊，咱看约翰一书第2章15到16节啊。约翰一书伫圣经的后面啊，第2章15节到16节，咱有法通看到魔鬼所用的方式啊，怎啊借着咱的私欲，安遐要互咱犯罪。约翰一书第2章第15节到16节，圣经安尼讲啊，伊讲唔通听世界甲世界顶面的代志，人啊听世界，听白的心就无伫伊内面咯。因为凡啊世界顶面的事，就亲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拢唔是对白来的，乃是对世界来的。伊讲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然后今生的骄傲。所以魔鬼常常借着咱内面的需要啊、的情欲啊，安遐互咱犯罪。其实咱来看耶稣基督啊，魔鬼引诱伊的时阵啊，相反用安尼啊，伊用什么肉体的情欲？伊讲你今朝犯久咯，你若是上帝家，你有法当将石头变做什么？变做面头来食，变做食物来食。然后伊讲你对你若是上帝家，你对圣殿反远的所在，你跳落来，当人看到你的时阵，人就有法通相信你。这个是眼目，这个是今生的骄傲，今生骄傲。讲哎呀，大家人拢用好，然后魔鬼到带耶稣到山顶的时阵，将世界所有的荣华富贵，互耶稣看。讲耶稣只要你拜一拜，跩一切拢你的。这是什么？这是眼目的情欲，目睭你看到的，跩真好。所以愿主帮助咱，互咱会晓会记得，伫咱的内面，咱的私欲内面，因为咱虽然私欲真多的罪欲、情欲是上帝所创造的，本来伊是中性的唔是歹的，但是因为咱人有一个罪性，所以咱会互跩物件来引诱去来安遐陷伫罪内面。然后伫第15节。伊就继续跟人讲，这个规个人陷落伫试探当中的家庭到底是什么？伫第15节伊讲到伊的家庭伊讲私欲既然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然忠诚，就生出死来，就生出死来。所以遮又跟人讲4项代志又跟人讲4项代志咱个来看是4个阶段试探的4个阶段。头一个，伊讲私欲会怀了胎，怀了胎第二，伊若怀胎了后就生出罪来罪生出来的时阵。伊会慢慢长大既然伊若长大的时阵长大到落尾伊就生出死来伊就生出死来。所以遮
圣经互咱看到这方面啊，伊是用生家甲老母咧养育囡仔的这个叫做什么图画这个图画，互咱看到讲犯罪到底是怎啊？到底是怎？所以头先是干呐怀孕怀了胎，当然怀了胎呢，是因为咱内面有私欲私欲加起人的自由意志，这两个合起来的时阵，就变做干呐就怀胎就怀胎，就是伊个私欲本身甲人的自由意志，人就有自由意志爱去安尼做。圣经有人捌问讲干呐，既然上帝呢知影人会犯罪，知影亚当夏娃会犯罪，干呐是因个创造亚当夏娃？其实当上帝创造人的时阵，有一个真大的礼物伊互咱的，就是自由的意志。自由的意志就是讲，咱有法通选择，咱要选择要安尼做，还是无要安尼做，这是伫咱的选择的权内面。当一个人魔鬼有法通借着咱的私欲来引诱咱，但是如果咱无愿意，咱无选择要去犯罪的时阵，咱也阁是袂犯罪。但是真侪时阵，因为人选择，所以既然咱人选择的时阵，咱应该着负上责任咱着负上责任然后生出罪来，罪呢一开始重大的时阵，到落尾就是死所以无怪得人活伫世上，最终是死亡。当然，这个死亡唔单讲到咱身躯的死亡，更加重要是讲到灵魂的死亡讲到灵魂的死亡。所以才讲到死的时阵互咱看到讲咱的私欲，还是个这歹的跩情欲，甲罪、甲死亡，实在是真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跩有关是看人咱自由意志，咱要选择还是无要选择。所以咱知影这项代志，讲引诱还是讲试探来，唔是对上帝下来，是对咱内面来。咱唔单知影这项，第二项咱应该着知是伫第16节刷落去，伫第16节，伊讲我亲爱的兄弟唔通看唔着咯唔通看唔着咯这节其实伊是一个转接的伊是一个转接的就是从对13节到15节，怎转到17节到18节的时阵，会中头这个重要的这个转接伊讲我希望伊讲唔通看唔着伊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若照伊的里面literally 嘅翻译的时阵是讲，亲爱的兄弟我希望你对这项代志就非常的确定对倒这项代志就是下面伊所要讲的我爱你对这项代志就真非常的确定。我爱你西格拉多会知影咱大家落迄个西格拉多真水我爱你。的确会知影什么知影第17节、第18节就是讲逐样微显的因素，甲逐样全比的想事，拢是对顶头来的。逐样微显的因素，甲逐样全比的想事，拢是对顶头来的，对真光的白霞降落来。试探是对魔鬼来的，因借着咱的私欲要互咱犯罪。但是上帝呢，对伊来的拢是好的物件，拢是微显的因素。咱学问的圣经讲到因素，你若看英文还是原文，伊的翻译是叫做礼物It's a gift 礼物什么是礼物礼物是白白得来叫做礼物。
有时阵啊，咱将雷米啊这个定义啊，咱有时阵什么用唔对啊，怎啊用唔对啊？因为通常咱送人礼物啊，人讲哦，这个礼物是白白的，其实咱想看卖咧，有条件无咱的礼物，常常有条件 ，OK， 常常有条件。有时阵啊，人的物件有时阵你会摕好的物件，欠在你送互你的朋友，你送互回个人，看来你若无送互另外一个人啊，啊是讲哦，你送互我。看咱那无送互大你牧师啊，是你送互我，看咱那无送互别人啊。可是你讲无啊，因为我甲伊较好啊，伊是我好朋友啊，所以出咱安尼讲的时阵啊，是毋是有条件呢？因为伊甲我较好，我甲伊较好，因为伊帮赞我，所以我送伊。所以咱其实咱送的时阵啊，这个毋是礼物啊，这个有条件伫内面。咱常常跟囡仔讲啊。跟囡仔讲，你好好读册啊！你若考100分啊，我就要互你500块还是有诶讲说，你若考头名诶时阵啊，我就甲你去香港去运啊。当然，这个是顶摆现做是COVID诶时阵，无法通去香港啊。所以囡仔诚实读册，伊读100分诶时阵啊，你就送伊500块。伊读头名的时阵啊，你就买一张飞机票你就甲伊去香港去运啊。你讲这个是我看我送你，请问啊，你送是你送的，但是这个是不是礼物啊？不是啊，是白白来的礼物啊？不是啊，因为有条件的因为伊有干呐，有创一个物件咱互伊。但是圣经却跟人讲啊。上帝爱将微显的恩赐，甲全备的赏赐英文是 good gift， 真好的礼物and every perfect gift 真水的礼物要送互咱。所以魔鬼借着咱的私欲，互咱犯罪，互咱离去。但是上帝却要将好的物件送互咱。这个最最好的物件是什么啊？最最好这个礼物是什么啊？你看第18节刷落去伊就讲伊讲伊按照家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咱伊用真道生了咱，互咱叫咱伫伊所做的万物中，好亲像初熟的果子。所以上帝圣经讲，伊做第好的物件，互咱什么？是救恩。这个是救恩用真道赏赐，用真道生咱，就是一种永生赏赐互咱，互人因为伊的道，咱明白主，咱相信主，咱的生命得到改变，伫主内面成做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既然是安尼呢？所以其实上帝伫遮甲咱讲一项代志，伊讲咱会拄着试探，但是咱要怎样赢过试探呢？咱要怎样赢过试探？咱是已经有法通赢过试探，因为上帝已经将真道赏赐互咱，互咱因为相信伊，咱的生命得到改变。所以伫遮我会交大家分享。至少有3摆，也有3个方式咱要怎样赢过试探？头一个就是顶头先，生命得到改变生命得到改变。圣经讲这是按照伊家己的旨意，所以伊是伊白白的赏赐互咱，毋是咱有法通做什么，有法通做什么。所以这是头一个。伊重新互咱得到顶头先，然后伫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3节又讲甲人讲，当咱拄着试探的时阵，上帝会为咱开一条出路。上帝会为咱开一条出路。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3节怎样讲呢？伊讲恁所拄着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为受的。上帝是信实的，的确无叫恁受试探，假伊所有法通受的。伫受试探的时阵，总要互恁开一条出路，叫恁有法通忍受得着。真水的一个应允啊！上圣经甲人讲啊，咱所拄着的试探是干哪？是人所为领受的，人所为领受的。意思是什么呀？咱受试探的迄个程度啊，伊个程度啊，上帝会甲咱保护啊，上帝有按遐来限制，临到你，临到我试探的程度到底是偌重？当然，咱每一个人无相同，咱的灵庭无相同，但是上帝呢，伊就是按照咱的灵庭，咱所有法通领受的，伊按遐温准临到咱的身上。第二，毋单安尼，伊提供了一条出路。伫咱受试探的时阵，要开一条出路，叫咱有法通忍受得着。所以，互咱有法通赢过，互咱有法通赢过试探。所以，这个是第二方面啊。所以，第三方面呢，当咱诚实犯罪的时阵，当咱因为软弱，咱的自由意志，咱决定不要紧，既然一摆我犯罪，上帝是什么？伊是信实的，伊要赦免咱的罪，只要咱认罪悔改。伫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甲人讲啥？咱来掀开这圣经节啊，这真水的圣经节，咱来三合看。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咱若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一切的不义。圣经讲咱若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什么啊？伊讲到上帝两个属性啊，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公义的，伊的确要赦免。我毋知你读这个的时阵你有好好去甲想无？看咱用上帝的信实，甲上帝的公义，咱毋是上帝的慈爱。也是上帝的怜悯啊！像一个人犯罪，人犯罪的时阵，当上帝要赦免咱，伊是因为伊的信实才赦免咱，还是因为伊怜悯咱才赦免咱？因为伊疼咱才赦免咱，应该是因为伊疼咱，伊才赦免咱，对无？因为伊怜悯咱，因为伊讲哎呀真可怜，因为咱无解啊，咱无赢过。所以伊怜悯，但是圣经却毋是，伊讲因为伊是信实，干那是信实的，因为上帝的应允因为有上帝的应允。咱知影，因为有上帝的应允啊。上帝讲：你若认你家己的罪，我就要赦免你，因为伊是信实的，伊是信实的。第二个较艰苦明白的是，上帝是公义。伊讲，因为伊是公义，伊要赦免。因为咱来好好想啊，什么是公义？公义是你有犯罪，必须着受刑罚，迄个才是公义。一位法官这个法官的时阵伊看到一个人。伊真可怜伊就讲不要紧咯，伊所犯的罪不要紧咯。请问伊是毋是公义的？伊毋是公义的，伊是慈爱的，伊是有怜悯的法官，但是伊毋是公义。伊若是公义的，必须要受刑罚。伫遮讲到上帝要赦免咱的罪，因为伊是公义的，干哪？因为主耶稣基督伊钉伫十字架顶为咱死。伊为咱担当咱的罪，所以当咱的罪已经耶稣为咱担当了，耶稣把咱的罪责，上帝因为伊是公义的，伊袂阁甲咱受
对不？伊袂个再来刑罚来互咱罪的刑罚，因为干呐？罪的刑罚，耶稣已经为咱担当咯，耶稣已经为咱把拿咯，已经行了咯。所以圣经讲人讲，因为上帝是信实是公义，伊要赦免咱的罪。所以伫今仔日咱看到讲，虽然试探是因为咱内面有罪性，然后有一个引诱，咱会犯罪，但是上帝却伫遐将美好的礼物赏赐予咱。头一项，伊互咱得到救恩，互咱的生命改变，互咱这个罪咱的罪得到赦免。当引诱来的时阵，咱有法通讲咱无捌，咱有法通用咱的自由意志去讲无捌。第二，上帝讲伫开发伫试探的时阵伫哥林多前书，伊要为咱开一条出路，伊要开咱，互咱出路，互咱有法通赢过。第三，虽然咱犯罪，如果咱犯罪，咱求主赦免，伊就要赦免了。所以既然是安尼，咱的上帝对咱实在是真好。所以不怪你，外国讲咱做基督徒，咱唔单单听，咱就干呐，咱就建立伫上帝的话语顶面。咱唔单单听到上帝的话语，咱行出来，咱建立伫上帝的话语顶面。无论试炼来到，无论试探来到，咱有法通来赢过。你好好想看觅，伫即个日内面，你有拄着什么试炼？伫即个日内面，你有拄着什么试探？好，你有什么试探？当你拄着试炼的时阵，上帝用真侪方法来试炼咱的时阵，咱就看呐，吞忍，咱就求智慧，要怎样来面对？当咱拄着试探的时阵，咱就来赢过，然后咱就需要什么？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唔单单互咱的罪性咱内面得到改变，其实上帝的恩典互咱力量向前来行。咱每一日有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礼物，上帝好的物件临到你的身上。你想看觅伫即礼拜，伫即个日内面，你有得到上帝的什么款的恩典无？有偌侪恩典临到你身上，然后你想看觅，这恩典怎样帮助你赢过试探？这恩典怎样帮助你赢过试探？这是咱有法通好好去想的一个物件。下礼拜咱要阁继续看煞，就是对19节看到27节，这是讲到什么？上帝的道。因为伫第18节，伊讲按照上帝按照家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咱。讲到上帝真道的时阵，雅各伊就讲到关于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道甲咱的关系这样代志。这是咱下礼拜会阁讲的，所以咱好好咱倒去是咱较晚，咱会做你阁来读。按第一章，阁可以读一摆，看第一章，阁来讲啥，咱有法通想。OK， 所以咱今仔日咱今仔日早经到遮咱未离开以前等者无法通按 mute 咯咱有法通家己按 mute 就是讲你将你的这个开